头先来关心的，就是这全联鱼排呢，前几工也是去验着禁药，不过即马所证实，这是检验本身有问题，其实鱼排是正常的。高雄市卫生局是赶紧来回实的，讲这是因为互后台一个姓陈的助理加改设定，才会发生这个错误。这市长陈其迈有来承认，除了甲这业者甲全联回实的以外，也强调已经报案，即马警方等咧调查这个助理后手，也会追究相关的责任。对全联及云林的养殖业者因为卫生局检验错误道歉。市长陈其迈带卫生局的正副局长甲养殖业者甲全联会实地，因为检验平台后台设定，敢若是去互姓陈的助理动骹手，地属分离的台湾钓鱼排验出禁用的药啊。卫生局初时已经报警，这名助理到底是调工的，还是无细致？卫生局表示，因已经溯源到今年度所过检验作业，目前确认出问题，就敢若这笔。从业者提出质疑，然后我们开始再去了解。那当然到昨天，我们发现是电脑后台的这个部分，在一个过去没有人会去动，但是它被更动了它的设定，是这样子来的。你哪会确定讲是迄个助理叮当？因为迄个机器就是伊做的。卫生局表示，姓陈的助理该设定地属台湾钓鱼排验出动物用药了后，照规定也需求另外一名助理进行复检，因为正常来讲，未去动机器的设定，因此检验人员拢是直接做检验，才会真做这么大的错误。这点因承认过失。市长陈其迈也强调，未来会加强流程管理，你包括检验人员甲主管的责任，拢会追究到底。必须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，那也应该把药物的相关的检验平台重新校正标准化。这名姓陈的助理因为考到高普考，在1月初4已经离职，警方已经家己带回完成笔录，检方会持续调查收集证据。卫生局表示，业者的损失甲相关赔偿会比照国赔。目前检验平台作业暂停，高雄市的食品检验拢先送去外县市做。今仔日食药署也会来协助校正机器。记者郭家祖、顾兆阳、高雄场报道。